在这个花莲光复灾区的救灾也未结束，即摆阁有风台要来，当地居民是真紧张。有几来船长早起一透早，就到活动中心来测试着广播系统。另外一边，这个中央前进协调所来宣布，进入着风台大作战，嘛公布进一步的撤离计划。如果有听到的话，或者是听不到的话，请马上跟村长反映。大马村村长16号透早到活动中心，因为礼拜可能风台，赶紧去放送的机器。村民嘛足紧张，就惊性命安全有威胁。你上次广播我们都没有听到，就被中学街那里120号田老师那边呢，我们都听不到呢。或有时候下大雨，我们在屋子里面我们听不到啊。村民是有够烦恼，因为光复乡未堪这个受伤，拢想要知影要安怎撤离，当时撤离，也那前进协调所嘛准备好风台准备。从今天开始，也就是16号、17号、18号3天，是我们一个防台大作战。我们会以高度的戒备。撤离区内的病改居民、独居老人、弱势团体等等会疏散撤离，收容安置就包含收容所居民、旅游业者收容，嘛会甲洗肾的患者送去附近的病院。也若徛伫避难，针对23楼居民，若累积雨量到200毫米，就会启动；若水势到堤防1公尺，就会有警报系统强制撤离。也若徛伫避难，5个人编组，包含警察、消防人员、中央的观察官、花莲县府协调人员，还有船长，大家合作防灾。如果在这个撤离的过程里面，如果他不遵守我们撤离的规定，我们会依据灾防法里面开始裁罚，但是还是要撤。除了爱疏散的14个里以外，16号嘛增加大正村、大专社区，还佫有南富村，拢伫即摆疏散撤离的范围内底。下雨，我们是全部用游览车，直接代运到收容点。第一阶段的撤离，就是说大概它落点的时间应该是18号，18号左右，这是第一阶段。第二阶段是平房式的疏散，平房式的所有的居民的疏散，我们的落点会在大概是19号。桂林城就表示，目前定的时间是根据风台走向，会按照气象署的资料做滚动式调整。风台为拄经过灾害的光复乡来讲是真大的威胁，中央甲地方就要共心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